Hello Hello，大家好，係我豆豆子嘅，睇豆子好運不停止。今日3集，等入張碰6萬，識打摩多張，靚鬼！咁依家求個對子叫糊啦。哇！打親都嚟番子啊，咁啊唔得掂喎，唔應該打畀佢哋碰。摸到6索都係未有糊叫。碰埋3萬，大鑊！摸到4索嘅話就叫糊啦。咁我諗緊究竟打邊度求咩牌好？打3索都係叫4、7，咁我不如打8索，因為我覺得可以降都有糊叫嘛。個人打法下，請勿學習。絕張4索，咁就唔暗降啦。哇！暗降落去都係降爆，尾牌係鬼。但係絕張你冇可能仲去搏㗎。好，第2盤6萬係鬼，起手有一隻鬼，手牌好齊張。4個對，碰晒就得掂啦。全部中張牌都要唔到啊！依家手牌冇人要萬子，要唔起。摸到東風咁啊，插邊3筒啦，碰9索叫糊，卡6筒同埋對碰。哇！你們在做什麼？升級一下，求3、6筒。冇理由個8索冇㗎，斷晒張啦啲索子。3、6筒嚟一個，OK，越住越有。開碼，繼續最後一盤9筒係鬼，份牌齊張有隻鬼，第1張就唔畀我摸啦。因為8筒嘅作用唔大，所以打咗佢。依家求個對子叫糊，唔係喎，求個對都冇糊叫。依家先係入張叫糊啊！啱啱睇漏咗牌。
上家個6萬唔想碰佢，我想魔制入隻叫戶啊嘛。點知碰咗即刻有戶叫。好，我都叫戶啦。卡窿3索同埋4七筒。升級2索未見過喎，照打。上碰下自摸，唔好理佢。打返個1萬先。哇！隻6索跌咗落去。萬子做咩啊？嚟幾多啊？要上家都打萬子打到癲。摸到3索啦，可以買啦。下期再見，拜拜。